育部公布，明年全国中小学1月2到23的爱先补课，刷来只休寒，有9日的春节哦。对于1月24放到2月22，所以过年佮加上休寒，计共放30天。全国中小学休寒固定21天，115年中小学刑事立草案原定1月2日到2月初10休寒，也毋过2月11到13开学上课，刷落来就是农历过年。引发部分家长认为无容易安排假期，教育部24到22县市教育局处甲相关团体达成共识，2月11到2月13放假，1月2日到23补上课，嘛就是讲1月24到2月22休寒甲过年有30天。全国22个县市从学习上的学生学习考量，还有家庭在许多的这些假期小孩的安排里面最好的一个方式。郭教明根据政情内部调查表示，维持原案甲希望假期连续的拢有意见无共款，也毋过大家拢会当接受的是提早公布。过往都会有一个经验，就是一直到年底，一直到最后的时刻才公布，才来讨论，那其实是不恰当的。1月2日到23补上课，而且是第2学期课程。教育部表示，会按过去日子协调册商，伫上课日进前完成提供，请学校如期来发放。专高总指出，除了课务，真侪行政作业嘛爱提早营运。比如说代理老师的一个问题，那他可能就要提前来。他的聘期的部分要提前处理，甚至有些是2月1号退休的老师，那后面就不是他的课啊。那你这边来做处理，这些东西有关整个行政事务还有教学事务，不是只有教材这个方面的问题。虽然敢若3天变动，也毋过专教总强调，有经验的行政甲无经验的行政有真大的差别。若是学校拄到行政人员变动，可能后续会产生一寡无必要的困难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